最近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关于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行为的新报道和新场面。据称是从所谓的维吾尔儿童培训中心拍摄的一段视频显示，维吾尔族儿童被迫高喊“我们热爱中国母亲，中国是我的母亲”。有报道称，近年来被拘留在集中营和监狱中的维吾尔族人的儿童也成为中国当局的同化对象，已有数十万维吾尔儿童被送往所谓寄宿幼儿园。新视频突出了维吾尔族儿童所面临的同化程度。以下是美国研究员和维权人士迪莫西·格罗斯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的一些场景。迪莫西·格罗斯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罗斯霍曼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教授，是一名人权活动家和研究员。他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系统性压迫和同化政策。格罗钦说，他发布的视频是2020年10月在喀什拍摄的。访问法国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强调对抗中国在东突厥散的侵犯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展开出访欧洲及中东7国之旅。他周一首先抵达法国巴黎，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外长勒德里昂会晤。蓬佩奥在会上强调扩大西洋联盟及北约团结，也提到美欧在印太地区的强大合作以及合力抗华的努力等。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蓬佩奥访欧在巴黎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会晤时，双方曾讨论美欧组成的强大联盟，对抗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邪恶行动，以及对维吾尔人权的侵犯等。每年11月12日，流亡的维吾尔人都纪念成立于1933年11月12日和1944年11月12日的东突厥散共和国。今年更加特别的是，不仅维吾尔人庆祝了东突厥散共和国的成立，而且法国和加拿大等强大的西方国家的议会议员也庆祝了这一节日。在东突厥散共和国纪念日前夕，欧洲国会议员拉佩尔·格鲁克曼、法国国会议员欧利安塔西、阿尔巴尼盖洛特、海豚贝祖、贝莱曼金欧腾等人在其脸书、推特和 Instagram 账户上庆祝了东突厥散共和国纪念日。欧洲维吾尔研究所所长、维权人士迪尔诺尔热议汉说，至今为止，法国政党和市长签署的声援维吾尔人宪章已有10位市长签署，另有4个党派在东突厥散共和国日前夕签署。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打算在明年初减少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军人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内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政府在剩余期间向五角大楼发出命令，要求将驻阿富汗和伊拉克2国的美军人数各减少到2500名士兵。美国国防官员称，白宫已经通知五角大楼，计划在明年1月15日之前将驻阿富汗、驻伊拉克的美军分别削减至2500人。该网站说，这项计划与美国军事领导人的建议相抵触。目前，驻阿富汗美军人数为4500人，驻伊拉克美军人数为3000人。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视察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军事冲突内阿军掌控的非租里市和杰布拉伊尔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此前发布了卡纳地区停火联合声明，声明指出，纳卡地区的全面停火应于11月10日生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将保持已经占领的阵地。阿塞拜疆总统办公厅发布消息说，11月16日，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视察了从占领者手中得到解放的包括菲祖里市和杰布拉伊尔市在内的地区。在社交网站分享的视频中，穿着军装的阿利耶夫在福祖里省居民区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